阿妹老阿娘甲下伫个读电路甲下，阿妹知道讲哇，真紧嘞！个读电路是一门当重要嘅学问。我先了解到对方嘅身体，佢好嘛嘅。像细个我去甲个妈妈，佢就当好食甜嘅水果啦。因为阿婆牙齿较唔好，佢就好食软嘅东西。故说我送电路甲下，要先了解到，送你嘅对象系嘛啥，佢好嘛嘅东西，佢送过去甲下对方，咪将接受到人嘅心意，含个用心么？客家话心意，心意，华语的意思是心意，心意。客家话知道，知道，华语的意思是觉得，觉得。南西英雄用版讲，知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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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托，托，华语的意思是挑选，挑选。客家话穷下，穷下，华语的意思是一起，一起。吃到都当好食，吃到都当好食。华语的意思是觉得都很好吃，觉得都很好吃。南西英雄用版讲，吃到都该好食，知道都该好食，吃到都该好食，知道都该好食。你向下去读电路，你向下去读电路。华语的意思是我们一起去挑礼物，我们一起去挑礼物。南西英雄用版讲，我哋向下去讀夢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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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同陌生人向下分享一份心意，同陌生人向下分享一份心意。或者做得讲，老陌生人向下分享一份心意，老陌生人向下分享一份心意。华语的意思是跟家人一起分享这份心意，跟家人一起分享这份心意。南西英雄用版讲，同陌生人向下分享一份心意，同陌生人向下分享一份心意。